征服的八端，能指引我的人生，不再迷茫，如同飛鳥在天空中翱翔。耶穌同佢哋落咗山，企喺一塊平地上邊，有佢一大群門徒，同好多從猶太、耶路撒冷以及提洛同埋漆冬海邊嚟嘅群眾。佢哋嚟係為咗聽佢嘅講道，並為咗醫好自己嘅病症。嗰啲被邪魔纏繞嘅人都被醫治好啦。群眾都設法觸摸佢，因為有一種能力從佢身上出嚟，治好咗眾人。耶穌舉目望住自己嘅門徒，咁話：你哋貧窮嘅係有福嘅，因為天主嘅國係你哋嘅。你哋現在飢餓嘅係有福嘅，因為你哋將會得到飽飫。你哋現在哭泣嘅係有福嘅，因為你哋將要歡笑。幾時為咗人子嘅緣故，人惱恨你哋，並棄絕你哋，並且以你哋嘅名字為可惡嘅，而且加以辱罵詛咒，你哋先至係有福嘅。喺嗰一日，你哋歡喜踴躍啦！睇下，你哋嘅賞報喺天上係豐厚嘅，因為佢哋嘅祖先亦都係咁樣對待咗先知。但係你哋富有嘅係有禍嘅，因為你哋已經獲得咗你哋嘅安慰。你哋現在飽飫嘅係有禍嘅，因為你哋將要飢餓。你哋現在歡笑嘅係有禍嘅，因為你哋將要哀慟哭泣。幾時眾人都誇讚你哋，你哋係有禍嘅，因為佢哋嘅祖先亦都同樣咁對待咗假先知。如同清晨的一縷陽光，溫暖了我的心房。聖經注釋：路加所載嘅四端真福係直接向眾宗徒說話，而馬竇嘅八端係向一般猶太人講嘅。路加特別記載四端真禍同四端真福相對峙，說明咗以世福世樂為目的嘅人係唔能夠入天國。清醒短語是我的心願，內心不再有煩